Hello，我叫 Sulistiawati à. 我今年啦，39年啊，39歲係咪姐？係啊，結婚未啊？有冇小朋友啊？有啊，我結咗啦，我有細路啊， 3個小朋友好啊！你喺香港做嘢2年係咪啊？係啊，照顧啲小朋友定點啊？我照顧小朋友，幾多歲？一十歲好啊！年啊，平時係啊，需唔需要自己去買餸㗎？係啊，好啊！咁你之前我買餸啊，自己去買餸好啊！咁係啊，你識煮咩餸啊？識煮啲咩餸啊？炒飯啦，番茄炒蛋啦，炒菜啊，嗯，糖少少，好啊，好啊，我都記得我嚟1-2年，好啊。蒸咁魚啊，蒸魚又識嘅，好啊，好啊。係啊，咁你23年嗰陣時去咗邊度做嘢啊？喺沙田啊，喺沙田，哦，我知，係啊，之前嗰個。咁係咪再之前就係喺印尼嗰度做嘢係咪？23到25年，係啊，嗰個係照顧一個嬰兒啊，照顧一個嬰兒係咪啊？係啊，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如果冇新地你放得唔得啊？僱主話間中同你調下假，多人翻嚟食飯得唔得？唔食，